休熱期間，國家人權博物館兒童人權學習基地8月也有真儕活動，要帶囡仔來認捌到兒童權利公約，和囡仔人做伙來探討戒嚴時期禁制議題，亦希望帶這些囡仔來熟悉英國台灣人爭取人權，也個爭取民主自由的故事。即馬當地休熱，真儕親子家庭攏會安排到館學習。今年因為歷史補課帶動真儕人關注人權議題，國家人權博物館原來趁暑假要佇景美人權園區推出活動，包括台語公講書，也會帶囡仔認捌兒童權利公約做手工繪本，嘛會有人權繪本沙龍來探討戒嚴時期禁制的議題，希望鼓勵囡仔表達想法，落實兒童人權。對小朋友來說，的確是一個比較遙遠的歷史故事，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繪本或是比較簡易的方式，就是比如說，這本書不能看，或者為什麼有些話不能講，就是如果當他們自己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他們是不是也能夠體會到？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借由這些繪本，然後讓他們連接到現在的生活。國家人權館即個邀請到黃旭琴甲德樂迪這兩位繪本作家來主持8月16台語講故事的活動，要透過日本時代台灣人物的台語繪本，親像異鄉的三小爺林獻堂、寂寞的天才黃土水，甲兩撇喙鬚醫生賴和，帶囡仔來熟悉過去台灣人爭取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故事。林獻堂甲賴和因，就是希望迄個時代佇咧日本統治的殖民政府統治的時陣，會當有咱家己的台灣人民的權利嘛吼。透過迄個故事，熟悉這個人，熟悉迄個時代的歷史。大家知影講，其實伫咧100年前的台灣，其實已經有足夠的人。國家人權館表示，有愈來愈多親子家庭在反映講，希望會當增加台語的活動，所以未來伊嘛打算要出版台語的人權繪本。說來9月至11月，會邀請愈多台語繪本創作者來講故事，互囡仔在台語環境接觸人權議題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、新北報道。